画中之龙会当腾空飞出来，哪有这个可能啊？是真的啦，大将军，迄个何天生吼一定心怀绝技。你都唔知影，伊喺笔刻起来，对迄灵的目睭甲点落，迄灵吼，就安尼目睭捏一下，啊，佮春润一下，啊过来啊，轰一声，就飞上天呢。啊，伫遐天顶安尼射几日，啊就无去啊。阮迄现场的人吼，拢有亲目睭看到呢。假使天生若真正有这款的能力，安尼此后我都爱重用伊啊。是啊，爹，我今日一看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天生毋是我想的遐尼无路用的。对啦，爹，我有淡薄仔忝啊，想要去休困。好，你紧去休困，紧去休困。看来，我正经的怀疑无毋对，何天生真有可能是真好灵王的转世。这个人若无拄掉，以后对咱一定有真大的威胁。无管伊是毋是灵王来转世，魏敏所讲的话若是事实，安尼都非杀不可。啊，若无，互伊知影因阿弟啊冤死的真相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将军放心，我绝对袂予伊有这个机会。杀鸡，顶回咱用舍利子来查探何天生的前世本相，但是完全无效。这回你敢有啥物办法？将军请放心，有舍利子加持，我对我的功力愈来愈有自信。进前我一定想过，是安怎何天生会当化身，甲雌王食掉。拄则听慧敏讲，伊会当互画中之龙重新飞天的功力。哼！今仔日我要配合魔镜来做法，彻底将何天生的底底查获清楚。这是用竟然当对我的了封剑抢来，讲何天生真正甲剑河灵王有关的。天生伊若底下是龙年死，在生的时阵伊阁上爱为灵，莫非是你啊？大将军的阴魂不散，显灵不比天生肆意信力。叫伊都爱为夫报仇。将军，你是安怎？我唔捌看你这么惊吓，你是互拄则的代志惊着心？煞去！无论如何，你都爱赶紧想办法，将何天生甲除掉，以绝后患。哎呀，若无我若想到伊都袂食袂困的啊，我心烦气躁。赶紧，尽量较紧的。阿兄，你是安怎？哦，我知影，你弟是咧想少年姑娘对吧？不然啊，安尼在你后壁咧，搁咧讲少年的代志，真正是要你。心灵就心灵啊，有啥物关系？
好啦，莫去讲这啦。天星，你是毋是感觉足热？啊无哪会一直咧流汗？安尼啊，我嘛唔知影咧，感觉好安尼心肝头扎扎，规身躯安尼烧滚滚，气个逆流咧。啊无发烧，啊无去人看我。安尼也唔免啦，你小可代志，免去用看啦，我休困一下就好啊。你这个囡仔就是安尼，自细汉惊我操烦，所以什么代志拢藏喺心肝内。你安尼哦，安尼也是加烦恼的。安尼啊，你免烦恼我的身体啦，只要安尼你的身体会当健康勇健，那你天生的好餐就食着仙丹同款，就会当吼百毒无毒入侵啊。你兄妹也拢共款啦，嘴拢是遐尔啊甜。家己哦，爱好好注意家己的身体，知影无？我知。我先来休。好呀，不要拿你。好，安尼啊。自从遇到夏丽做的代志，我的功力日日增加。只要我搁继续修炼，免偌久，我的功力一定登峰造极。到时，无人是我的对手。胡天星，不管你是啥物人物，今仔就是你的死期到。雪球你，是你，是你。雪球人这么暗来，有何贵事？贵事是无，啊，毋过我来这是解决一件代志，解决什么代志？就是甲你除掉。阿兄，王英，今日不我呢，今日。伟英啊，你摕剑是要创啥？迄个妖女来杀阿兄，我要去甲斗三工。紧！我就咧等一天，今仔日我亲目睭看，这就证明我约了无不对。阿娘，我就知影，我真正看到的不是假的。哪安尼？真真哪安尼？
这条路煞一点仔代志拢无，我安尼落去，阿兄有性命危险，到底是要安怎？我有百劫第一好心，就算讲你真正是真可怜哦，你嘛伤我袂着。我不管你是没有怪，你总是我的囝，我不管，阿娘，你是我呀！无天性，就算讲你是灵王转世又敢安怎？赶快来死伫我的手头！天星，你天星啊！阿娘。林公主，你伫倒位？万里清风，你去出来，紧来救我阿兄！林公主，什么代志？林公主，我阿兄出代志啊！拜托你紧去救伊！可是，你绝对袂会离开阿娘。虽然别人讲你是妖怪，我唔信。我今日虽然亲目睭看到，不过我相信你是妖魔附身，你才会变成安尼。就算你是妖怪，你永远都是我的怪囝。天星，你紧天星好无？天星，阿娘，阿娘。我将林公主带来了，阿兄有救我。林公主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救我阿兄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放心。林公主，你莫烦恼啦，阮公主哦，得甲你阿兄医治，一定有救的啦，吼！公主有救啦，吼，有救啦。你啊！公主咧赞美你，莫吵啦！姑娘啊，你哭几路？你是咧哭安怎？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毋是迄个煞欺负你，伊变成一个妖怪，要来杀我阿兄。我阿兄为着保护阿娘甲我，才会。屁屁，搁是迄药都煞机。是啊，这个雪姬到底是要杀偌济人？你才甘愿啊？刚才天星还有一丝分片。感谢这个，我阿兄还有希望。阿娘，阿兄有救啊！阿兄，林公主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救我的囝。我会尽力，也毋过，安怎？他说若要有天星亡命，就需要七叶还魂上野草。那四个拢找无啊？唔知千里有找到吗？哦，那有啥物上名草啊？这所在拢野草，哎，拢大草，那有啥物上名草？唔知顺路迄边找到安怎？哦，上名草在倒位？是毋是？找到啊！千里啊，找到啊！竟然比较早找到，真巧呀！
你倒位？伫遮，你看，找到啊，找到啊，是啥？找到啊！较拜托的，这种鱼啊，妈祖庙附近一大堆啊。顺风诶，我知你足认真的，啊，不过你凊彩捌者，就当是啥物7号番文上名草，哇，连我都骗袂过，你要骗牛牛？我哪敢骗牛牛啦？你真少看啦，这甲普通的无共款。你看，伊每一个树枝起来，拄好7口，上重要是气味完全无共款，闻看觅，对无？无啊，真足鼻啦！啊，你真正无啊？找到，我试看卖，我试看卖。啊！你甲捌落来啦？啊，我真正无共款为什么无共款啦？系啊，7号变6口啊啦！啊，无紧啊，啊，7过来差不多啦。差不多，差真济，差一条命咧。无安怎？袂安怎？我咧教者，搁另外一支啦。慢来救天星。嘿。OK。我再讲。哎呦，奇怪，踮在遮哪有人咧笑啊？而且笑甲遮尔歹听吼。鬼啊！乌白来啦，遮边哪有鬼啦？你笑啦。哎呦，注意点，这个声音，敢若是妖女说机呢？哈，你来遮要创啥？哇，真个红记记嘞！哎，办喜事哦，恭喜！乌白来，什么办喜事？啉酒醉啦！你敢有看过遮尔老骨的办喜事啊？恁讲啥袂？林怀德三番两次破坏我的代志，即马阁想要救胡天星，即摆我袂互伊遮尔好食困。哼！我先解决恁两个，再来去找伊算账。哎呦，咱去用呛声，这边做问题。行。嘿，你这不是讲笑话哦？上嘴上算账，伊也唔知咧。就是讲啊，阮公主的厉害哦，唔是你这种妖道会当对付的啦。哎呦，太巧，看出来呢。对付你这种人哦，大家唔免用甲牛刀，台底免甲你啰嗦，我两个对付你有够啊！哼！本来我想恁两个还阁有路用，要撩恁一命，替我做代志。既然恁遮尔唔知死我，甲我作对。那安尼，我就互恁死！陈丽，这妖女的功夫愈来愈厉害，连咱公主要对付嘛真困难，也较细致。我知啊，收起来。顶一摆我已经互你解决出事，想袂到你毋知影头飞，搁掠走我身躯边的人。林怀德，我有百条经义后生，甲写入水的加持，你绝对毋是我的对手。陈丽，这妖女的功夫愈来愈厉害，连咱公主要对付嘛真困难，也较细致。完了吧？无代志。好，多表演一下。化气为止，万箭穿心。你出问题哦！天地元军，反手接法，无形之中红心。有要緊無？一刀就有。好，入嚟咪，繼續。先嚟，先嚟，先嚟！雪剛啊！
要紧无？不要紧，也不过这个妖女愈来愈厉害，紧走，留你一命。哼，想要走，无遐简单。去，走！相公，万丽，你紧走，咱两个一定要有一个感恩奖，摕得叫公主走。我要救你，紧走，无走袂有啊，走！除非一切邪恶念，心怀善心归正道，天地无私必有报，菩萨总可善心人。妈祖娘娘，你显相甲我点醒，我求你一定要保庇天心平安无代志。小莲讲，天生的是好人，嘛是孝子，伊有福报。妈祖娘娘一定要保庇伊平安无代志。万丽啊，万丽，你想啥？你先啦，公主，你来受伤，来，清风嘞，哈？互迄个妖女煞去掠走去啊！林公主，这是安怎才好？煞去妇人心怀手热，情况也互掠走，一定真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公主，这是青风的，拼心爱我早倒来，请迄个黄文上了草，紧救天生。小莲姑娘，可能要麻烦你去转药啊，把这小命草洗好清气，然后5碗水，慢火抓做一碗，醋药啊，紧唔好滴。我知影，我随去抓。多谢你。陈丽，你赶紧运气警示，我替你疗伤。你回来我就放心啊！代志办了安怎？有百家兵医甲夏丽主的帮忙，哪有啥物问题？我已经将你怀着身躯边的情况掠转来。哦，即摆人呢？人伫遮。你敢放过伊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你这个手下败将，伊还阁敢伫我的面头前天用，你若唔相信，我就敢若亲像咧当狗遐，轻轻啊动一下，你都爱死。哼！我跟你讲，我根本都唔惊死。恁两个人想想要用夏灵子引发两国交战，到时阵会死偌济百姓，你知影无？你会受天谴！哼！我才唔相信，唔免等到我受天谴。你就已经心无命啊！即马我先甲恁兜的林公主除掉，才转来好好款待你。林怀点。我早就算准准，你会来送死。生死对我来讲并无重，假使若会当互你感冒，以至诚之心，修持转世，我死不就行？你替人医病，即马阁想要伤我的心。讲实在，我真正足佩服你。啊，毋过你处处咧甲我作对，我就一定要甲你除掉。书记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顶一摆我已经予你机会改过自新，
想袂到你唔知影通骗我，搁掠走我身躯边的人。我希望你即马紧甲清风交出来。哼，你爱我甲清风交出来，会用的，只要会当过我这关。想袂到雪姬的功力变甲这么厉害。哼，林怀德，我有百劫经义后生，甲夏日水的加持，你绝对毋是我的对手，你阁想要甲我做对？好，我着互你知影，乌教魔法真正有威力。公主，嘿，马丽，嘿，嘿，嘿，马丽，公主，空。嘿，你甲我放出去！四川机，你甲我放出去！甲我放出去啊！咱过来比看卖啊！四川机，人讲天下上毒妇人心，就是咧讲你啦。手段凶，心肝歹，人阁施作奇怪，你哦比前5年更较苦。哼，你迄支喙真来嘛？真敖讲话嘛，真爱讲话嘛。好啊，安尼我看你偌敖讲。你已经变鸭喙啊！佮讲啊！讲啊！你咧骂我？骂较大声的啦，我听无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已经示范互你无声，你骂较大声的，你搁安怎骂哦？我嘛是听无，你白了工了。讲啊！看起来我已经错过一场好戏。即马来阁会好，我马上是电大分裂配指数互将军看。哦，有何作用？我示范了后，伊会失去人性，变作模式，受我的控制。到时我叫伊做啥，伊就乖乖去做。聪明的安排，到时才搁甲放转去林怀德迄边，叫伊来替咱做内应，再搁利用伊来消除林怀德因这群人，安尼就简单多啊嘛！林公主，睡眠册装好啊？我看下。林公主，你先怎？我无安怎，来，好我。无唔对，咱赶紧送来去互天星了。这，公主，平静啦。当然后你家疗伤，血足一体来，这想嘛，我来送来就好啊啦，吼。林公主，万里兄，我看你拢莫去，好好休困，我来去就好啊。哪来秀莲姑娘？
都麻烦你啊。小公公，多谢你呢。哦。天星，阿奶拢无反应啊？这我嘛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林公主有确定过，这药仔是无唔对的。天星，真是啊！哎呀，天星，天星，我想你啊，天星。阿奶拢无反应，敢讲？敢讲？真正参像迄个算命先讲的，啊，遐是无名之人。我呀，讲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无名之人啊？就前一阵嘛。我甲阿遐去算命，迄个算命先讲，阿遐是无生无灭的命格。无生无灭的命格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会记得伊讲，阿遐的八字甲另外的生时是同时，所以就是讲，阿遐若毋是生家之人。就是无名之人。娘娘，伊啊抓好了，娘娘。你，娘娘，你的药我甲你抓好啊，请娘娘啉。你的药啊，我嘛甲你抓好啊。娘娘。多谢你，虽然我不是你生，啊，不过咱两个想拢相共。我转药互你啉，你嘛转药互我啉。娘娘，多谢你。你讲什么多谢？紧起来。你受伤啊，你我紧忍落去。谢娘娘，多谢娘娘。头仔啉。娘娘。你也袂啉？我伫咧烦恼顺风呢，你即马唔知安怎？娘娘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害你的。我若莫加无去插手，你嘛袂因为要救我，去互煞去甲你伤着。娘娘，是的。我烦恼顺风伫咧将军府，伊若加点一工。我就加1分来看我，心袂即苦。伊即摆已经有血气的无法控制啊。假使讲，伊若袂失伊的本性，伊一定会食真济苦。叫人哦，叫人哦，叫人！林公主啊，拜托叫阮查囝，伊人要死啊啦！拜托你。你紧起来，你查某囝，伊即摆人伫倒？伊伫正殿啊。行，好。查囝，你要紧的啦。精神安尼，啊，是有要紧无？啊，你点啦，人林公主哦，医术足高明的，你放心啦。兄弟，你这个药吼，赶紧甲刷所有啊！林公主，阮小弟啊吼，心肝病亡菜，手机拢无力啦，啊，规身人哦死昏去啊！麻烦林公主你甲看到底是安怎啦？陈丽，先甲伊带去县道。林局长，好，来，这边，来，甲擦，应该擦来遮济，多谢。林公主，我来掠你表较稳当，拜托你先甲我看一下。拜托的，是我先来的。林公主啊，拜托你看阮小弟到底是安怎啦？林公主，拜托先甲我阿娘看一下啊。林公主啊，阮小弟啊，都要死去啊！拜托的，小来看一下啦。林公主，拜托你啊。顺风的，
歹势啦，真正袂用甲行袂开脚去救你，请你较忍耐，你嘛知影，众生较重要，众生较重要。你这个死妖女杀鸡，竟然敢甲我的脚拔起来，连日我拄着，我脚甲你拗断了，气死！迄掠人的乖啦，打走一个秀莲，搁来一个清风，逐工叫我做这个上天下地的代志，真正讲完的呢。喂，食饭啦？吼，啊无，你这耳仔是挂伫遮好看的哦，我叫你食饭呢，啊你是下狗还是创意人啊？我清风就算枵死，嘛袂食恁将军府的物件。唔爱食，迄阵啊是雪姬夫人交代袂当互你摇巴肚吼，我感觉浪费我的时间来煮这饭互你食，吼，无爱食，你咧拖皮听着。就是因为是你亲身煮的，我才唔敢食，伤油，我惊大苦。你安怎？无爱食？安怎？唔捌看过遮尔缘投的查某人对无？生了是袂歹啦，不过我欣赏的是你的男子气概。我清风免你欣赏啦。清风。你要拍我的面啦！大家人拢知影，我清风伫江湖走跳，就是靠这个面。靠迄个面，好，我想到啦，第一件吼就是你走来甲我咧讲的份啊，吼，害我后壁吼雪姬夫人吼受你到禁止时，你知？对，就是我，谁叫你欺负秀莲啊？啊！今仔日我做若无甲你电到金死死，我就免叫米芳。清风绝对袂投降，无投降，袂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我过关了吼。喂，哎呦，我想要下手伤残啊！哎，哪分呢？其实是了袂歹呢，而且哦，做有迄个男子气概呢。阵若要找翁吼，我嘛要找款这种的。不过我知影你介意是秀莲嘛。伊吼真正有够有福气的呢，你遮好的查甫人要关心伊。唔知当时我才有遮好的查甫人会来关心我。你哦，一世人咧孝想哦，无可能啦。你离婚去啊？谁讲我分去啊？我干那休困一下尔。哈，你人心内秘密咪都互你知啊？无唔对，我拢听到。你拢听到我的秘密啦？你会对人负责任吗？负责任？小兰姐，我是听到，也不过我拢袂记得啊，安尼免负责任啊哈。不管啦，你听到了？你莫安尼，我会惊了，莫安尼啦，莫安尼啦哈。哎呦，清风，无，清风，来食饭啦，好来。唔免啦，拜托的莫啦，免啦。哎呦，好啦，你阵若无食枵着，人心肝会痛。来，食紧来，紧。唔
免啦，拜托，拜托，安尼我会惊啦，拜托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免啦，真正免啦，免啦，拜托，唔免啦，拜托。该讲啊，我讲。啥物？你讲何天生无死？是，你确定无毋对？是我亲目睭所看，绝对无毋对的。啊，即摆人咧，看起来安怎？伊伫咧原厝，看起来光鲜光鲜，无魂有体，根本就纯是一个废人烧啥。是。想袂到何天生命这么大，这哪有可能？我着明明看伊断开，我是用断魂掌甲拍，伊无可能会活命。迄天我亲目睭看伊变做人面人身，加在我阁会当拍赢伊，啊，毋过也是互伊躲过一劫，伊竟然无死。那安尼，伊真正是灵王转世。才会当躲过我的断魂掌。虽然伊即马是咱一大威胁，咱嘛都爱说伊，我敢讲，伊一定会回头来对付咱。将军，你袂记了？拄仔讲伊已经失魂，敢若废人。即马伊的代志是免烦恼，咱来烦恼的。是妈祖庙迄个林怀定。无毋对，无毋对，这个人看起来敢若真重要，其实内心真奸诈，而且伊还阁晓法术，所以咱不能大利用。啊，毋过要对付林怀定，咱嘛都要真细腻。这个人伫夫君一代行医救人，救命无数。所以有真侪百姓对伊非常的敬爱，咱都要小心行事，才袂引起民怨。将军，这点我早就想到了。即马清风伫我的手头，我若将伊引入魔道，听我的命令行事，到时咱要甲林怀德除掉，就敢若倒顶面干。煞机有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的烦恼减轻太多了。我是妖怪！你若遐今仔变啊水，规工拢唔讲话，敢若倒喺面床咧戆神戆神，嘛唔知伊咧想啥。我实在是唔甘，心就甜。阿娘，你先莫烦恼啦。我想遐安尼只是暂时的。林公主的医术遮尔好，阁有法力，伊一定会想办法，会好啊，兄。假使真正若是会当安尼就好啊。啊若无，伊安尼敢若插头人，后世人是要安怎？阿娘，你莫阁艰苦啦。安尼啦，这2天我找一个时间去妈祖庙，看敢会当求妈祖救阿兄。对啦，外英，你若兄会变做流民当心的代志，千万袂用讲出去，袂用互人知影。我知影，这件代志，我一直拢唔敢互林公主、万里、清风，还阁有秀莲因知影。对啦对啦，假使落来知影讲，你若兄会变安尼，以后人看到伊拢会惊，拢唔敢活伊。
啊嘛无人介做朋友啊。你在讲我是？阿兄，你是安怎？你人有较好无？啊？别叫我！天星，我英是在关心你。我不需要你关心啦！我是妖怪，我是妖怪，我随时会变做中面人心的妖怪，你拢袂惊我心，拢袂惊我心啊！天星，不是安尼，不管你会变成啥物，你永远拢是我的乖囝，你永远拢是我的乖囝，你知影无？阿兄，你莫想想这啦。无底卡是迄个线机伫你身躯顶下滑，咱去妈祖庙拜拜，求妈祖娘娘为你解除厄运。对，咱即马就来去好不好？你拢莫管我！我来讲，我是妖怪，你拢莫管我，拢莫管我，我是良民人心的妖怪，你两个拢莫管我，拢莫管我，拢莫管我！天星，阿兄，阿兄。别吵我！阿兄，阮无人会嫌你，嘛袂看你无。我甲阿兄拢真关心你，阮拢会甲你斗相共。甲我斗相共？恁是要安怎甲我斗相共？我这阵是妖怪，我这阵是妖怪，你知无？阿兄，你莫安尼啦！你一定好起来，你千万唔通放弃你家己。之前，我一直安慰我家己，我一直安慰我家己，唔是妖怪。但过一遍我甲雪姬决斗的时阵。我真清楚，我家己变做良民人心的妖怪，我已经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。迄当时，我足想要死伫雪姬的手里，我真正足想要死。阿兄，恁是安怎要救我？是安怎要救我？我已经是一个废人啊！不是。我不是人，我是妖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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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相信神仙，莫袂叫。阿兄，敢讲你袂记哩？因是你的学生啊，你莫这样歹啦。走啊！有啥物好看？我跟你讲。车后卖要踏啊！踏着车要怎啊？踏着车后跟我同款啊！变成妖怪啊！变成妖怪啊！知无？走！阿兄，你莫安尼啦，囡仔都予你囝走去。阿兄，你要去倒？莫插我啊！阿兄。我就希望，这只是一场梦，并且这种噩梦要赶紧过去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唔知影，阁会发生什么阁较恐怖的代志。景和亮出来了，亮，景和，陈丽耶，你到底是在讲什么？亮。景和亮出来，伊就是好天星。景和亮是好天星。陈丽，你对倒位伫来笑？我是伫街仔路听到啦，
有一个妇人人因后生平常时都伫好天星学堂咧读册呢。听好天星介心话讲，伊家己就是良民人生的妖怪。佮对迄个查人后生大细声讲，伊家己就是怪物。所以好天星一定是情何灵物。娘娘，啊是你受伤啦？咱皇子就是要掠情何灵王的啊！进前为着百州百姓的代志，唔知暂时甲这件代志安呢。即马既然知情何灵王伫倒位，咱紧来甲你啊！这个传闻是真还是假，咱拢无法度确定。假使讲，若看到何天星，我希望你莫轻举妄动，一定要听我的命令行事，才袂引起无必要的麻烦。是。咱即马就来去找何天星。拜托姐，离我较远的，互我一个人较清幽一个会使无？哎呦，清风，我甲你用较引导的啊。奇怪，这是石磨仔房呢，啊哪有人摕米卖来啊？哎，敢讲是雪姬夫人要来弹琵琶互你听？哼，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哪有可能啦？迄个浪道的查某人，哪有可能对我好？对啊，伊也毋是头壳歹去吼。我头壳无歹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是专工来这弹鸡皮，互清风伊听的。如果是你这个浪道的妖女，你即摆想讲要比什么呀？你爸，我爱你甲伊顾好，叫伊抹米糊。母龟煲，你两个伫咧遮甲我拍来了。你唔免怪伊，恁爸无想要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勉强我。敢是安尼？真好。既然你想要休困，我即马就端鸡皮，互你欣赏者，哦？我看今仔雪姬夫人怪怪呢，哇，皮啊顶下暗的，较要食土。我哪知啊？这根本不是我会当控制。小鹿，你再来控制我！我跟你讲，我小狗哦，你阻止我！阻止我！阻止我！足寒哦，我真正做唔甘的呢。好在在吼，太夫人无注意吼，你无用，已经家己用入要休困。
呢？好在唐都的夫人吼，安尼甲你折磨，我想到你这缘投的面，啊无吼，我真正会足心疼，足心疼的。秦红啊，你敢知影？李芳这10几年来吼，守身如玉，这个房间吼，拢无其他查甫人入来过。你是第一个，你赚到啊啦！秦红呀，我甲你讲，即马你倒伫我的面床顶，夹我的被，用我的枕头，啊，明明是咱两人的双人枕头。秦红呀，后边你的代志，就是我的代志，我会好好啊伺候你。你爱我甲清风交出来，会用的，只要会当过我这关。公主，妮妮，啊，你的伤较好无？已经好真济啊。哦，啊你呢？我放心啦，有妮妮在咧甲我加持，我无啥物代志啊。是讲妮妮啊，都毋是我咧讲你的，你本正有机会会当甲刷起迄个妖女收起来，啊，啥物咱嘛听得出来，伊讲话咱嘛是咧骗你的。吼，即摆换伊伫咧避鬼避怪啊，是讲吼，顺风的即摆就会刷起手头。啊！伊的功夫遮厉害，顺风毋知有性命危险无？当初我会放雪姬走，是我总是相信人性本善，哪会知影无及时回眸，颠倒会增加遐尼大的魔力。陈丽，以雪姬的功力，你即摆已经毋是伊的对手，你千万毋通轻举妄动。娘娘做良心啊！我若闯帮哦，一定甲你禀报的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绝对袂去找伊啦，吼。我来甲伊的草紧紧的。真个书记功夫变到遮厉害，啊，顺风的伫个手头，啊，嘛七工八笑，冷静，我来看卖。这样残忍，想要甲将军会啦，用种手段对付顺风的，顺风的，委屈你啊！雪姬，你这个查某人，雪，江龙呀，你讲什么？李芳，这什么所在？我来伫遮。我的房间啊。你的房间？歹势。我困呢，我的眠床。啊，你困呢？你的边啊。
手孤芳寂无行，孤单窗伊我。 我头拄困的，我的眠床，啊你困的，你的边啊，啊咱拢无。无。哎呦，钟呀，来，你当精神呀，来，我摕这阮夫人咧食宴好吼，啊要互你食呢，来，食一喙好啊。我袂晓啦。哎呦，钟呀，这查甫人食了变烟头。 啊，查囡仔会变搁较水呢，你食一喙来，来。你好无你，你啥要对我遐尼好？人都一定是你的人啊，当然嘛爱对你好。钟呀，来啦，食一喙，啊无等下夫人回来吼，你搁互接活呢。来，好食吼，搁食一喙。 怀英，天星这2天哪有较稳定？有时好，有时歹，无讲介稳定。阿姐！哦，你想啥？阿英，你来啊！我后生的，我后生啊，拢无上课。 阿英听讲，生时起痟，啊变甲足歹，所以伊拢唔敢来上课啊。好，是谁讲起痟？谁讲？我当时起痟？我讲哦，先生真正的上哦，我哪有袂讲话？阿兄，你莫生气啦。天星，你这几天的脾气。 确实有较歹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一定就是你身躯阁有伤的原因啊。小莲，我的伤已经好真多啊，你免烦恼。真歹势，拄则我的情绪较无稳定，甲你去惊着。以后袂啊，以后绝对袂啊。大小姐。 大小姐，你是要来帮我扫涂骹的哦？我甲你讲，迄扫帚吼，阮小姐可能看过啦，毋过吼，毋捌举过啦。先生，拄则我伫来路里听人讲，你受重伤，差一点无命，这敢是真实的？问你好去，我这条命还阁留的。 哎，麻烦你等去甲恁后爹讲者，我后天先无死，互伊失望啊！我想这件代志一定是一个误会啦。我后爹已经答应对我，伊袂伤害你的，伊袂骗我的啦。哼！我来遐插一条毛，就死伫咧煞鸡的手头，这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哪会是误会？喂，你讲的遐代志，拢和阮小姐拢无关系啊！煞鸡夫人做的代志。 阮小姐哦，拢无赞成呢，因两个哦，就当冤仇人嘞，根本就是两国的人。再讲，阮小姐哦是真正足关心何公主的啦。但对阮一家路爱行过来听的这个代志，小姐佫甲我讲，天香阵啊真正变得有魂无体，安尼因阿娘一定会足伤心的。我还想办法吼，去安慰因阿娘嘞。好，李胖，莫去讲嘛。 无啦，小姐，我要讲啦，先叫我误会你啊！小姐佫甲我讲，天生吼，共迄学堂的囡仔拢当作是家己的囡仔同款。即摆伊袂当教囡仔读册，伊心肝内一定足艰苦的，所以我要完成伊的心愿，替伊来教册。你哦，大小姐的命无啥耐性的啦，教2、3天就挡袂牢，不讲爱教。
慧英，你莫安尼啦。其实大小姐人真好，我伫将军府的时阵，有一届会阁想要偷偷放我走。敢真是的？啊是安怎无放你走？我看根本就是咧做戏，我上讨厌这种戏话啦。毋是安尼，我知影大小姐是真正同情我，真正想要放我走的。慧英，咱出去行行。我不爱。行啦。哎呦，我无爱啦！我惊这个查某会按大妈兄。慧英，你明明安尼伤神，做要安尼讲。行啦，咱出去，互因两个好好讲一下。行，哎呦，我旁边。对，阿พี่出去，啊！你是查甫人呢，阮小姐专工来看你，你哪拢不爱讲话？因兜小姐遮尔讨厌我加讲就无效。我哪有讨厌你啊？我只是气你啦，气你拢袂讲好听话互我听，气你总是甲我生气，气你总是遮尔骄傲。非得吼，迄拢过去啦。安尼回民姑娘，今日来找我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我本来只是想到你，所以就来找你。然后伫路里听人讲你受重伤，我真烦恼。本来想要请一个大夫来甲你看卖咧。多谢回民姑娘，你对我的关心。天生，我知影你对阮阿爹真无谅解，我嘛知影阮阿爹无啥介意你。啊，毋过因为你的代志，我已经讲阮阿爹冤足侪摆啊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伊绝对毋是要害你，这点请你一定要相信。哎呦，何公主啊，阮小姐讲较济，你阁听无吗？我对伊遐济年吼，毋捌看过伊遐吞吞咧含人讲话，尤其你阁是一个查甫人。啊！你又表示伊介意你，你捌无？出来！你敢上去？叔，你安怎无？哎，佢无当，我紧，你这弄到查某，竟然要害我兄弟性命，好佳怎怪怪？啊，若无伊敢有性命哦？你这是影走，你对着目睭看到我要杀伊啊？你牙刀无抬，感觉你要自杀啦？哎呦，人牙刀啊，是咧替清风阿爷烤水酒，啊，互伊看我贤惠的一面。啊，你是捌人捌啊？一粒心活动看无。何公主啊，阮小姐讲较济，你阁听无吗？我对伊遐济年吼，毋捌看过伊遐吞吞咧含人讲话，尤其你阁是一个查甫人，啊，你又表示伊介意你，你捌无？李芳，小姐，啊介意就介意啊，讲出来有啥物关系啊？人像我哦，总若介意一个查甫人吼，啊，我就直接甲他讲啊，互伊插千万万杯呢。何公主，我甲你讲，阮小姐吼会介意你吼，迄是你的福气呢。迄足多人要高攀，阁高攀袂起咧。感谢回民姑娘你的厚爱，我何天生可能无这种福气。你讲啥？好啊，李芳，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，我若讲完我就会走，袂耽误你足侪时间的。好，那安尼你请讲。顶摆你来阮家拜寿的时阵，
我看会出来你真介意秀莲，嘛知影你真关心伊。啊，毋过我无要紧，因为秀莲的关系，嘛才互我知影你正直善良的一面。嘛因为安尼，我才开始慢慢注意你，渐渐对你产生好感。我无想要互你压力啦，我只是希望，你甲我当作是你的朋友，莫甲我当作是将军府的大小姐。安尼你就会慢慢了解我，慢慢改变对我的看法，然后就会慢慢介意我。我要讲的话已经讲完啊，我要来走。小姐很赞呢。夫人，美芳，你该当何罪？夫人，什么代志？我叫你甲清风顾好，结果清风将铁链啊拍开，走去。你走去啊？哪有这么简单？伊走袂出我的手头。不过夫人，这代志袂当怪我呢，是小姐叫我陪伊出去办代志的。大小姐疼你，你就替伊做你的靠山。你起来！哎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去台后天星？是我叫伊去的。阿爹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袂去台后天星，你哪骗我啊？我无骗你嘛。啊，不过你拄则讲是你叫伊去台后天星的。你莫安尼急性好无？你听弟仔将代志讲好清楚。自从谣传徐副将被何天星吞食萝卜，我甲恁雪姬阿姨就一直咧怀疑何天星是毋是被邪魔所附身。小姐，这个代志吼，我之前嘛有听过哦。顶阵嘛有听你转来咧讲，你亲目看到何天星会当画龙飞天，民间嘛有咧传说。讲何天星已经化身做良民人心，良民人心？无唔对，所以更加会当证实阮心内怀疑嘛。我唔再派恁雪姬阿姨去查明真相。是啊，迄天我去参太的时阵，伊阁变做良民人心，而且已经完全失去人性，阁甲我攻击，我嘛是不得已才会出手。想袂到，我一个无势力去伤到伊的性命，我好啦，恁雪姬阿姨为着这样代志，这几天根本就袂食袂困的，心内一直咧为着失手杀死何天星，感觉懊恼甲自责。这敢是真的？阿弟啊，要哪会骗你啦？我甲恁雪姬阿姨是听到何天星死去，搁活起来，唔则做一个放心落来。是啊，因为我的失手，何天星差一点仔无命，我心肝内嘛一直袂得过。好佳在天星真有福气，伊即马无代志，搁活咧。若是真的，就袂当怪你。啊，不过。阿爹，天星伊自细汉就无阿爹，命运阁遮尔坎坷着。阿爹，既然咱即马知影伊心怀良气，佮毋是普通人，咱就应该好好重用伊，好好栽培伊啊，对无？对啦，迄当然嘛，当然。阿弟啊，重用伊都袂有啊，哪有可能讲去伤害伊？但是听讲天星虽然活起来，啊，毋过已经有体无魂。失神咯！阿爹，这点你就唔免烦恼啊！我拄则去看过后天星，伊即马拢好啊呢。会
讲会行，甲较早拢同款哦。那安尼是真好真好啊！对啊，毋过我还是会烦恼，伊身躯的邪魔还未离身。若是三不五时，搁变妖怪去伤害无辜的人，安尼就害啊！无安尼啦，我为伊施法治疗，互天生莫遮尔艰苦，安尼我嘛会当将功赎罪，减轻我心肝内的罪恶感。总管，你看安尼好无？真好真好，刷起这个主张太好诶！安尼生不但会当帮助何天生，佫会当弥补我心内对伊的伤害，真好真好。慧敏，你感觉如何？我看是寒哪加烧金啦。李芳，你即摆咧讲啥？咧讲话讲较大声诶！将军，我拢无讲话哦。好啦，都好，伊去试看卖。大弟，你定下答应我，绝对袂当去伤害伊哦。这是当然嘛，当然当然。李芳，行，咱去办。这到底是安怎？何天生不但无死，佫甲进前完全拢同款。我嘛想要到伊的命遮尔乱，袂用阁拖落去。即摆我一定要将何天生解决，若无，以后会真麻烦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。当初阿兄是好心，希望会当互附近的囡仔捌你读书，所以才会办这间学堂。啊，毋过即摆这种情形，无囡仔甲来遮，我想这间学堂早晚收起来。这囡仔若真正无要来学堂读册，那你又在因啦？家己的前途了罢，以后后悔绝对是。阿兄，老实讲，拄则你遐尔歹，甲红迄惊着啦。秀莲，怀英，真歹势，拄则我的情绪较袂稳定，请你原谅。你莫安尼讲。阿姊，咱出来遮尔久，阿爹足烦恼的，等下紧转去啊！天生，怀英，晚安，做啥？怀英，啊无你先甲秀莲转去，我等你学堂了有一寡代志要问。
是安怎？是安怎妖怪会是我？是安怎？我何天星竟然变成妖怪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刘敏讲的是真实的，想袂到后天星竟然会当逃过我的魔法。既然因介意秀莲，安尼我就变做秀莲的模样，甲伊除掉。天心。 秀莲，啊，你毋是回去啊？哪会佫回来？你袂拄好，佮拄到这么奇怪的遭遇，你一定真不安。我烦恼你，惊你学袂想，所以倒来找你。秀莲，多谢你。你免这么烦恼啦，代志一定会当解决。看你安尼，我嘛真艰苦。秀莲，伫咧我上摆无助的时阵，你选择了伫我身躯边。 鼓励我，关心我，我实在真感谢伊。你莫安尼讲，以前你嘛一直甲我斗相共啊。我知讲，我对你的心意，感觉你看袂出来。秀莲，不管以后发生啥物代志，我何天星永永远远。 只爱你一个。哼，你继续做你的女梦。今仔日，我一定要取你的性命。原来侯天星真正是真乎灵王转世。秀莲，秀莲，你是安怎？咱面色正面摆讲。我无代志，我样样想着我还有代志要做，我先来走。秀莲，秀莲。 奇怪，秀莲那话走就走，是出啥物代志是？沙基，你是安怎？拄则我去找侯天星，我也想要将伊除掉。敢讲林怀德过来救伊？我要下手的时阵。 一种无形的功力，将我的内力化掉。化掉了后，我感应到胡天心的精神，伊真正是真乎灵王转世，而且伊甲妈祖是势不两立。啥物？真正有这款代志？想袂到修炼之主竟然是龙王转世，安尼你更加来赶紧将伊除掉啊！啊，若无伊哪有可能放我煞？吼，莫怪有几多遍，伊拢死无去。将我毋免烦恼，我无杀伊，有我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第一，真乎灵王转世，这是天命，伊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死伫我的手头。 第二，既然胡天星的原型真乎灵王，这么怨恨妈祖，咱就应该好好利用一点，啊若无就伤可惜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想办法互伊归顺，徛伫咱这边，
帮助伊献完成，安尼伊就会当帮助咱，将妈祖除掉。以后无人甲咱作对，迄个林怀德嘛无啥物通好惊的。你这个办法确实袂歹，不过一定要千万小心，绝对袂用互知影因老爸秘密。啊，若无，咱就是自找麻烦咯。天生，阿娘，恁还袂困？阿娘是要甲你讲一点仔心内话，这啊。哦。受到你打出事，迄个古水的模样，一万年，你已经是大人啊，时间实在是过得足紧。阿娘，阿爹真早就过身，是阿娘你遮尔辛苦，甲我甲外英请养大，本地应该是爱互你好好享受，也不天生常常互你造烦，我感觉我真不好。你唔通安尼讲，伫阿娘的心目中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嘛是一个孝子，你一定是中下，所以我甲外英拢无怪你，唔通搁去想这件代志。阿娘，我理是啊，无应该骂你，无应该对你安尼大声声，请阿娘你原谅我。代志已经过去啊，莫搁讲啦。这是长冬年，阿娘甲恁阿爹伫战场上，互相所赐予我的物件。阿娘要对阿爹去战场。迄阵啊，你还未出世。阿娘，是毋是会当加讲一个阿爹的故事我听？恁阿爹是一个真勇敢的大将军。迄个时阵，伊带兵出征，啊，我是伫遐的外面传一寡假的物件。互相亲临山顶的时阵，伊学了阮两个翁仔某是遐尔啊共心。阿娘。所以皇上送这个奖给你。自从恁阿爹往生了后，我若是看到这个奖杯，就会想到，甲恁阿爹伫咧战场上所过遐的日子，嘛会想起皇上所讲的每一句话。原来这个奖杯记录着阿爹甲阿娘的感情，也记录着皇上对恁的感动。阿娘，我体会到，这个奖杯对阿娘来讲意义非常大。伊毋但对我真重要，对咱何家有另外一种更较大的意义。伊是咱何家的传家宝，所以，就算讲咱何家更较散、更较困难，我就无可能将伊卖掉。阿娘，你放心，这个传家宝，我会予伊一代一代惦在咱何家，永永远远传落去。天下间做爸母的人，拢希望家己的囝儿世世会当成龙成凤。可是，我嘛捌有这款想法，
阿娘，阿爹是济南大将军，我甲阿娘同款，拢会阿爹为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功成名就，用济南好家文明，替阿爹洗清冤情，伊阁为阿爹在天之灵。你有这个心就好啊。啊，不过阿娘，即马颠倒无希望你去追求功名，搁较无爱你去替恁阿爹报仇。你受重伤的时阵，阿娘逐工拢求妈祖娘娘保庇。迄个时阵，我干那希望你会当活，就算讲爱用阿娘的死来去换，我嘛无要紧。阿娘，真是嘞，今日互你烦恼，互你操心。天生，咱即马只是平凡人家，啊，毋过平凡嘛有平凡的好，所以阿娘并无希望你去求功名、求富贵，搁较无希望讲你替恁阿爹去报仇。我只要你平平安安。阿娘，阿爹真有可能是含冤而死，我是伊的后生，我本底就是替阿爹洗清冤情，还我阿爹一个清白啊。所有的恩怨怨拢会过去。我相信恁阿爹在天之灵，伊嘛无希望你因为伊的代志有任何的死角差。我干那希望你会当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成家以后会当替咱何家开枝散叶，较紧互阿娘抱孙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阿娘，无毋对，过去我一定逼你去将军府，迄是因为我希望你会当做一个守信用的人，完成恁阿爹甲大将军举报为婚的约束。也毋过即马，阿娘完全了解，伫这个世界上，对你来讲上重要的，就是幸福甲平安。这个传家宝，照你来讲，应该是阿娘亲手交伫我的新妇的手中。也毋过，我即马提早提互你，无论以后你要送互什么人，只要你真正会当得到幸福，阿娘拢祝福你。万里兄，万里兄，万里兄，错一条。歹势啦，我已经发你几啊声，你是咧想啥？哪会讲是讲是？煞唔知影，就想我兄弟清风的啦。小云姑娘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其实我嘛是为着清风兄的代志来的。今年的将军府已经关心我，即摆伊互雪去掠去，处境一定真危险，我是真烦恼，所以来这拜托你甲林公主去救伊。虽然哦，我甲清风的并就是爱冤家读水果，因过我两个感情比啥物人更较好。我两个感情是无人会当代替，所以即摆有性命危险，唔免你拜托啦。我甲阮公主是比啥物人更较烦恼。其实恁的感情真好，我嘛看会出来。万里兄，我即马较烦恼的是，清风兄伫将军府愈久，就会愈危险。对，你讲无毋对。我甲清风的是强生死兄弟，无可能发生代志，我当要结定定。所以决定，我家己一个来去救伊。万里兄，袂用啊，万一出代志是要安怎？我看咱另外想办法啦。别用急啦，阮公主也知影，绝对会反对我一人去救清风的。
拜托你，少年姑娘，我讲出来问，你千万别讲啊！哈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哎呦，公司阿弥陀佛，万你啊，你安尼向向公公是要撞倒？无啦，我有代志，我出来一下吼。你要去救青花对吧？较细声，别当互阮公主听到啦。哈，恁公主唔知？拜托，较细声，较细声啦，较细声。假使讲吼，阮公主若知影，伊绝对袂让我一个吼去救青风的。我知啦，啊，毋过吼，你一个人去，袂输敢若用2去弄石头咧。你会知呢？雪姬即摆武功甲法术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哎，你安尼去，不但是自投罗网，反正含命你都无去哦。大师傅，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毋过假使讲我若要去救青风的，伊连一点仔脱身的机会拢无，你知无？恁两个相天的感情，我真感动。好，既然你甲已经决定，我嘛莫甲你阻止，过去，我陪你做去。行。师傅，我看吼，你也是莫陪我去啦。是安怎？我惊你连累我。无啦，师傅，我无甲你绕开意思啦。啊，你就真正无讲我时间，咱两个去啊。我知你的功夫袂歹，但是你也知影呢，雪姬即摆修为是在你之上，不在你之下。你一个人去，绝对是死路一条；我一个人去，嘛是死路一条。但是啊，那咱两个做伙去，就可能死路一条。啊，毋是讲共款？哪有共款？佮加可能这2字呢？以你的功夫加上我的智慧。这我就达到可能这2字，可能就是可能有希望。哦，毋过毋是安尼啦，师傅，你安尼讲袂输，我可是无智慧共款呢。哦，啊无我就来考一下，你看有智慧也无，好无？来，这是哪试智慧？我1算到10，以你的智慧有法度甲解开，我就听你的话。无啦1、2、3，青花这毋知安怎，4、5、6，青花毋知。算甲安尼啦。7、8、9，青花毋知煞失去性命。10，你看，我搁挑工用时间互你，你嘛是无法度解开啊。好啊，无啊，你有智慧，换你嘛，换我算，换你头开哦。开始哦。请念。1、2、3、4，拢开啊！哎呦，师傅啊，用解我嘛会晓啊。啊，你进前哪无想到？这就是智慧。搁再讲，我的师妹，伊的个性甲所用的招式，我比你较了解。所以若我陪你去，搁较有可能达到可能这2字啊。师傅，我是感觉吼，我咧讲，啊无咱招林公主做伙来。师傅，请。青花应该管你接我饭嘞。将军，你唔免烦恼，代志我拢安排好势啊。雪姬啊，代志交互你办，一切我拢放心啦。要安怎？我知你有法术，你哪知？我有智慧啊！你紧变做将军连走行回面啊！好啦，我知你咧想啥？你即摆要救的是你的兄弟呢，就算你想到更较大的处罚，你嘛爱安尼做，救人第一，紧！这拢是呢，你哪会当跳落去？你为着要救我，你袂当跳落去啦，袂呢？另外一点，你若唔紧跳，今仔日3个拢会无命。雪姬，你唔通得寸进尺，你应该知影以我的功力，要救天星甲青风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若唔是我有结束，你绝对唔是我的对手。妈祖启示录，无论伫个人世间，
付出偌济心血，偌济辛苦，千万唔通甲心留伫个过去的成就。无论你施舍别人有偌济，嘛唔通去讨人情，求人去报答你。过去的留袂掉，未来无法度去预测。守住现在，当下即是。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我当看望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永远心。